这两大候选人作风遮尔无同，嘛分别吸引到各族群的支持，就连男女支持的人选嘛拢分甲真明确。根据民调显示，女性较支持何锦丽，男性的选民是较支持 Trump。是安怎有这款的现象，对选情佮有啥物款的影响？咱个请苏眉为咱讲详细。 这回大选男女对立是比过去较明显，这 Trump 强势个性就成袂少少年查甫选民，就是讲伊真有查甫人的气概。这个族群是特别注重传统男性的价值，所以讲对这愈来愈客气的女性意识是感受到压力。而且伊嘛对现主席的经济状况真不满，所以讲袂少男性就决定支持 Trump， 尤其是袂少黑人的男性嘛投向 Trump。 也若是何锦丽这边，除了女性甲支持者是偏济，因是毋希望讲何锦丽会当当选，成做美国的头一个女总统。何锦丽嘛强调维护女性的自主权，亲像是支持 Me Too 的风潮，保障打胎权的权利。这寡政策拢是为何锦丽争搁较侪女性的选民支持。也若是亲像针对管制性、减慢气候问题的立场，嘛写真侪保护后代母亲甲小天。 就是这个明显的路线分裂，才让这届大选出现明显的男女对立。感谢苏眉。明仔载咱新闻世界通继续带观众朋友来探讨选后台美的关系是安怎变化。所以